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珍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一起低头来祷告，好。有怪怪的吗？降服在你爱之下，动动动动。那从你是万主之主好了。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坐在宝座上，复活的君王，我降服在你爱之下。Holy，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礼拜天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拍手。无人能形容你所赐奇妙大爱，你伟大作为，世上无人能相比。你心事的爱眷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起拍手。你心事的爱眷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
到永远。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我们再一次，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来到你面前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也要全部来交给你。尽管我们身处一个假消息充斥的世界，求主你能够再次招聚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回到你的面前，真实的悔改。我们在一起从头来唱一次。主，你已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
起用安静敬畏的心来唱这首歌。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天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坐在宝座上，复活的君王，我降服在你爱之下。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坐在宝座上，复活的君王，我降服在你爱之下。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
这一刻我只想专心。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诗歌来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存着敬畏你的心。主啊，我们也看见大卫在困境中，虽有机会伸手报复，却选择尊荣你的主权。我们也渴望有这样的心，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来愿意顺服你的带领。现在也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思，安静我们的灵，好使我们带着谦卑与敬畏来到你面前，能够真实的悔改。那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好，我们一起来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我们公祷事项，我们愿主帮助我们常常存敬畏上帝的心，让圣神充满有智慧、谦卑，常常悔改，可行万象事。也为我们现在以下这些肢体来祷告。为了我们中南部连日好大雨，求主怜悯，民生产业各方面重建顺利，救灾物资、卫生防疫及时到位。为了我们大罢免的浪潮，求主怜悯，让各自党能放下志意，为着更成熟的民主展开协商。我们接下来看教会消息。本主日举行本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我们恭喜我们的吴以嘉和于中汉之长女于新月小朋友，在我们刚刚早上已经完成了那个小儿洗礼，那受接纳为本堂为陪餐会员，今天与主同坐席，感谢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盼望。好，第二点是8月19到24号，牧师他们安排休年假，所以我们8月20号的礼拜三查经祷告会暂停一次。团契消息：8月16号下午3点，妇女团区的聚会，分享是我本人，主题是爱的决定。然后第二点，8月16到17号，我们青少年团契举办夏令营，地点是在宜兰的一个民宿。好，那2位牧师会随队参加，求主也看顾他们的夏令营能够一切平安顺利。肢体消息：8月15早上9点。在台北市怀爱馆第2殡仪馆至中山厅会举行顾秦之谦弟兄的告别礼拜，火化后会在三峡的家族墓园。要参加告别礼拜者，请在柜台登记。愿主安慰遗族。教界消息：今天下午2点半，大稻埕教会举行社教150周年传道师张新慈的封墓就任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奉献明细，请我们自己来看。接下来奉献，我们请服侍同工。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再一次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今天我们一起在圣殿里面聆听你的话语。主，祈求你让我们无论是在年少时、在青年时、在壮年时、在老年时，都要对你存着敬畏你的心。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自永永有，主你是全能的上帝，我们这一生都要来跟随你。主，祈求你继续看顾我们的教会、家庭，都在主你的手中。这时，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一起来看圣经，记在撒母耳记上24章4到7节，26章8到12节。我们先看24章4到7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下26章8到12节。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两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上帝的话读到这边，接下来正道，我们请一节牧师，他的题目是“纯敬畏上帝的心”。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上帝在礼拜天又召集我们来到他的圣殿。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接受了好多社会上或者是很多不同的一个混杂的信息上帝让我们来到他的礼拜堂让我们一个聚集在一起。上帝要透过他的话语亲自为我们讲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存一颗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是的，我们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心灵忧伤，有身体病痛，有烦恼，有压力，有一丝走不过的事情。主，愿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亲自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人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人的一生又要追求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小时候我们都写志愿，你要做什么？来，牧师随便问一下，有没有人小时候学志愿要做什么了？哎，子瑜有吗？立言有吗？有啊，你要做什么？太空人啊？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说要当总统的？有没有？很多的志愿。圣经哥林多后书4到16节，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人外在的这个外表身躯是会渐渐的败坏的。我们看到我们这几年来，平均一年牧师来到这边8年多，
平均1年大概有4个长辈离开我们，也就是说，这8年来其实有30几个长辈离开我们了。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日子的关系，我们外在这个一定会慢慢渐渐的败坏。不管我们如何的重视保养，一节牧师礼拜1到礼拜5早上一大起来运动，现在开始吃很多的保养品，然后由中医调整身体，但是最后有一天，我还是要面对死亡。在某一个角度来看，死亡这个部分可以说是人最公平的一个命定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转变，我不死。不管你在世上的财富有多少，你的权力有多大，甚至我们是一般的人，也不管你甘不甘愿，死亡有一天一定会临到我们。牧师，你这么讲，那我们就可以随便过日子了吗？不是这个意思。哥林多后书4章到16节，它里面也有讲到，他鼓励信徒们不要怕。我们虽然外在这个身躯会毁坏，但是我们的里面会越来越坚强啊！牧师是关怀牧师嘛，所以很多长辈的临终，或者是临终之前1、2年、3年，牧师大概都会去陪伴。有的人，牧师，你帮我祷告，让我赶快走，好不好？也有很多负面的，当然也有很多正面的，因为牧师等一下就要讲，我们外在的东西跟内在这个东西，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会成为对比。不是每个人，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年纪已经大了，可是他外在衰落，他的内心也衰败了。可以这样比喻，外在可能是一个人的命运，但是内在属灵的生命，内在是属灵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内在。上帝给我们提升内在属灵生命的机会，但是掌握是在我们要不要选择，要不要提升。我们一生要顺着我们这个肉体，以自我为中心，远离上帝，还是我们要存敬畏上帝的心，让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不要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但是这个是要做出勇敢的选择啊，不是那么容易。今天牧师他透过撒母耳记上这个整个读经进度新眼光的读42章到26章里面的2段经文，我们来看扫罗跟大卫2个王面对他们生命当中重要的时刻，他们做怎么样的选择？这2段的经文其实非常的精彩，也是很有故事画面的2段经文，就是扫罗追杀大卫。扫罗跟大卫他当作是仇敌耶。扫罗竟然把大卫当作仇敌，冤仇人哎，他也叫冤仇人哎，冤仇人严不严重？这边台语10岁啊，小贾你台语最好。冤仇人严不严重？冤仇人很严重的那个台语，就是我要让你死就对呀，我要让你死哎。牧师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怨恨一个人？有了几手？还是老师？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姐妹跟我分享，牧师，我们自己教会的她曾经拿菜刀要杀她先生。所以这些结婚的记得把菜刀收好拿菜刀杀她先生，这是真的。记得一节牧师小时候也拿过菜刀。这个搞不好连子怡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写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以前在那个金门然后我们家的店面是跟人家租，我们家卖皮鞋、卖雨鞋，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小然后邻居房东都很熟他们就对面，他们也开生意，那他可能要让我就说房子不租给我们了，房子不是我那时候真的是跑到里面去拿菜刀出来要对他们全家，对他们全家，所以想想一节牧师以前的心多坏啊，心多坏，很不好我们的经文里面中。扫罗他为什么他的怨恨这么深？难道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吗？难道就是这么一句话，就让扫罗内心里面那个嫉妒的种子一直生出来？这2周志梅牧师其实讲到当中，也都是在撒母耳记也有讲到扫罗的生命的内在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不要以为说牧师在讲扫罗，
有时候我们也是。我在想，这门牧师都在讲到我。扫罗与大卫他们两个成长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牧师讲他们成长的生命是指什么？是指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也就是属灵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经文说，大家有看上吗？扫罗他有呢很好看的外表，高又帅。我们这边谁是属于高又帅的？博彦，你是吗？我们欢迎亚明回来。亚明哥是属于高又帅的，我觉得亚明哥其实也是蛮高又帅的了哈。特别从日本回来，我刚刚从小甲挡住，我讲，这个人很熟悉，很熟悉啊。他虽然外表高又帅，但是他一直没办法面对内心的欠缺跟自卑啊，所以展现出来他的自信不够啊。有没有？在社会这种人很多嘞，以至于他靠什么？内在没办法，就靠外在他去展现，外在去展现，他想要表现的高人一等。台语有一个俗语叫做"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普遍社会的现象扫罗受上帝拣选开始，他很惊慌，他好像没有预备好，就好像弟兄姐妹，你被选为长老、执事、团契会长，你可能没有准备好，但是没关系，你至少开始可以慢慢装备自己。扫罗他还没有慢慢装备自己。从经文你知道，他常常靠血气在办事情，靠血气办事情了，他自然就没有一颗顺服上帝的心啊。所以你看，扫罗很快就跟先知撒母耳起了很大的冲突。我们看大卫，大家只知道他跟歌利亚而已，他还有很多的事情。他从小就在兄弟当中，他有几个兄弟？上个礼拜还讲了7个啊，然后那个我们以上找到7个，他常常在兄弟里面是被边缘化的嘞。先知撒母耳，上帝要他去耶西的家高利君王。耶西这个爸爸，第一个老大，哇，这个老大外表很好，就是老大。他竟然忘记他还有一个在外面雇养的小儿子。我不晓得在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就是被你父母亲忘记的小儿子，有没有举手？我曾经有老二情节，牧师。我觉得我父亲的那个期待都在我大哥，很长的一段时间，以至于我很多都要想要学他，可是我后来知道我跟他根本不一样。那个大卫被边缘化，他连他爸都忘记他。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一样按时他去雇养，他没有因为他这样他就不雇养，因为他常常是处于一个敬畏上帝的心的人，以至于雇养的时候他常常碰到很多大野狼，还有很多熊要来咬羊的那个绵羊的时候，他想办法，他有力气去把他抓过来。上帝救离他，脱离一次又一次的危险。大卫他虽然没有很高大的身材，但是面对非利士军队以色列军队挑衅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他很生气，他觉得这个是属灵的一个征战，因为他重视上帝，他在意上帝，他主动要面对巨人歌利亚。他不是用血气，他也不是靠他的外在，他知道他是一个有属灵的人。所以我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们常常在你的同袍当中都听到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其实刚刚有一个青少期的孩子跟牧师讲，在跟牧师谈事情，他就是类似碰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有点在言语上面的霸凌。我们常常在求学的过程当中，甚至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常常会碰到很多人用言语对我们的霸凌。这句话不过是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扫罗的内心的火被点燃了，俩公啊，他的嫉妒心起来了，他的嫉妒心可以来到最高点，以至于他失去了理智，讲什么都没有用，他就是要杀大卫，杀大卫。
上面讲的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结论到什么？这样看来啊，一个人属灵的生命真的是很重要。当我们听到一句让你感觉不好听的话，或者是说一个事件对你的攻击，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攻击我们的人？有没有办法？别人的嘴我有没有办法控制？没办法控制。别人的行为我没办法控制。我们可以控制是谁？是我们自己而已。当我们是有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人，我们有纯敬畏上帝的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关系的人，我们比较不会。牧师说不一定不会，牧师有时候也会生气的时候哈，耶稣都会生气的哈，也是会生气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不会陷入很大的生气，甚至失去了理智。我们会用上帝来的智慧来面对我们碰到的一个困境。人的命运，不管是出身、境遇以及财富，常常看似没办法改变。有的人就是摇了金汤匙出生，有的人一出生就在很艰难困苦，甚至不是健全的家庭长大，有没有？你身边应该很多同学都是。我知道子瑜他们读小学的时候，我才知道，有所谓的单亲家庭、隔代教养。因为我以前不知道这种，以前没有这种事情啊。以前有一首歌叫什么？可爱的家庭，有人会唱。我的家庭真可爱，有没有人？这个都很老，会唱就是很老了。就是父慈子孝嘛，父慈子孝，所以很少。可是当时，那我们很久之后又生了一个小女儿子爱，更严重那天友山，刚友山不是跑来，友山跟我讲说，现在台湾的离婚率50%你知道那个造成很多的一个伤害。但是这样子一个命运是好是坏？摇到金汤匙出来就是好吗？遭遇这么多的困难，被阿嬷带养出来就不好吗？好几个礼拜前牧师有讲到嘛那个云豹队还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名字我突然忘记，篮球的那个篮球的选手，他被寄养在那个一个天主教一个里面，然后从小就在那边教养，然后出来篮球打得不错，他回馈，那没变坏，没变坏。因为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子爱的同学也有很辛苦的同学，又来到我们家吃饭了，听他的身世我都觉得子爱幸福100倍，子爱幸福100倍。但是我觉得上帝也怜悯他，我觉得子爱那个同学来，我觉得他没变坏，他没自暴自弃，上帝常常让我们有机会，但是看我们要怎么选择啊。其实上帝给大卫跟扫罗他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给他们选择，他们命运不一样。大卫曾经犯过很大的错，扫罗现在也犯了很多的错，但是上帝一样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做选择。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旅程当中，我们回想我们过去，我们应该都有经历上帝的救赎跟恩典，不然你现在不会来到这边。我们上个礼拜华语堂好像有一个那个拉警报的感觉因为来了一个很像八家将的那个行为很奇怪，那个长老大家就祷告的时候不要全部都闭起来，还是要有人眼睛打开一下不然如果有东西掉了什么掉了或者是什么样当然我们就用外在求主赦免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因为他的确他眼神很奇怪，全身赤板青刺青然后我也希望上帝能够救赎他上帝也给我们很多的弃旧换新的机会，我们有没有勇敢做出选择上个礼拜4那个崇文崇文站起来一下，崇文来拍手一下，崇文崇文牧师很感动，牧师在 LB 写的很感动，为什么？请坐。牧师8年前来的时候，他是青少期，8年后，
他大学毕业，然后在现在敦化国中当实习老师，然后来参加社青团契，哇！然后那天的分享，青少界的辅导子瑜，虽然定心那天不在，你有没有很感动？我和子瑜那天应该流眼泪，听他的分享，哇，他怎么样面对困难，怎么样那个祷告读经，我觉得那天社青其实真的都蛮感动的。我们有没有透过改变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改变我们外在的命运？改变我们的命运不是外在改变我们的命运，而且这个命运不是外在的，这个命运是有主同在的内在的一个生命。内在的生命，有人来到教会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其实他呢始终如一，他都没改变。教会不过也是这样子，他依然是这样。我的脾气都不爱了，我脾气都是败。我从年轻我脾气就是不好。其实牧师年轻脾气也很不好啊。每个人都很不好，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救赎我们之后，我们就开始要调整，不然你没事，你进来教会干什么？说实在话，我们就开始会被修剪。那尤其要去读神学院当牧师的，被修剪的更多，被修剪的更多。我以前有分享过，我刚到教会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团契分享的时候，知梅牧师分享的时候回来被我骂。你卖在厝的绕亏代志跟人家说，就是我们的难处，我觉得是绕亏的。我们碰到的难处，我们现在大家应该觉得不会了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是充满了很大的一个自我。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24章第4节跟26章第8节。我们先看24章4节。24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好，来26章第8节，来，请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这边出现了两个字，就是仇敌啊。扫罗将大卫当成仇敌在对待。扫罗天天寻找大卫，派很多人，几千个人，很多人一直在日夜在寻找大卫，但是上帝却不将大卫交给扫罗。弟兄姐妹，上帝总是成为近前者的我们保护，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上帝常常在保护我们。如今想要抓大卫的扫罗，反陷入生命的危险，让大卫有机会怎么样杀掉扫罗？但是大卫呢，他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机会冲昏了头。没错，按照人的想法，你扫罗一而再、再而三，你要杀我，我来出手自卫，有没有错？没错嘛。我们有时候碰到很大的难题，我们也想反抗，但是因为当我们有跟上帝有好的关系，我们常常有存敬畏的心。上帝给大卫有非常敏锐的灵性的生命，因为他有从上帝来的智慧，让他可以因为这个事情来判断。因为大卫他尊重上帝，他也尊重上帝所高抹的扫罗。弟兄姐妹，当我们存有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首先你这个人就会有从上帝来的智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怎么突然想到要这么做？其实是上帝给你的智慧。智慧跟聪明有没有一样？大家都知道，智慧跟聪明都不一样。智慧让我们一生的生命不会随波逐流，智慧让我们不会被世界的价值观所引诱跟吞吃去。两位牧师在牧会的旅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次碰到人事物很艰难处理的时候，尤其是人。我们也常常就是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我们可能想好怎么样了，那突然我有一个感动，跟这位牧师讲说：“我们还是不要哈，还是怎么做？”
当上帝给我们智慧的时候，我们有用智慧来处理，让我们有勇气来面对困难跟挑战。从上帝来的智慧会开阔我们属灵的眼界，弟兄姐妹，会让我们看得更高更远啊！牧师刚刚一开头有讲嘛，其实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我们因为让我们看得更高更远，以至于我们不会纠结于现在所发生的人事物。什么叫纠结你现在？牧师问一下，现在有什么事情是纠结你的？政党的关系啊？哦，牧师现在很热闹哈，现在。结果刚刚第一堂也在很多位，因为我知道台一堂有一些长辈对政党哈，他们是两个极端呐，他们是两个极端。不要纠结于在现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甚至于不要因为面对亲人的生离死别，让你离开了上帝。当我们有对上帝来的智慧的时候，在帮助我们在眼前面对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忍耐、顺服下来，有信心跟盼望。前几个礼拜，好几个礼拜，我们篮球队在篮球联盟在打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点小冲突。发生是一点点小冲突哈，又是我在场哈，定信有在场嘛哈，定信那天没去啊，很小冲突。当他们在冲突的时候，牧师跟那个小薇的爸爸啊，小薇这边有一个小薇啊，他爸爸红竹章了，我们两个就在旁边，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哈，他怎么来处理哈，让他们先讲一讲，哦，那你知道吗？球场打球的时候，大家脾气很那个，大家都。你刚怎么样？你刚怎么样？哈，我就是怎么样啊！我们也是很求智慧，而不是一下子就想到我们要介入来处理。当我们面对，比如说像博彦跟心如，当我们面对要管教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是不能凭眼见，我们有上帝的智慧，让我们来怎么样来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以前的父母亲是怎么样打自己的孩子给别人看？是不是这样子？不管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只要有人来闹，就是打自己的孩子给别人看，那个是没有智慧，那是匹夫之勇，哦。就像大卫，他知道他扫罗的生命绝对不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他相信上帝会用任何的方式。我们从12节里，点一下的经文会看到，上帝会用任何的方式，不管是生病、老化，或是被仇敌，上帝会用任何方式来审判你的仇敌。智慧会让我们相信，也是让大卫相信上帝的主权，他愿意耐心等候。我想我们有一定年纪，就会慢慢经历很多的事情，真的是要等候、忍耐，等候忍耐的功课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刚我们华语堂台语堂那个以家跟钟汉的小女儿受洗。我们都知道钟汉他不是基督徒，以家是。小女儿来受洗，容不容易？你阿嬷刚跟我分享哈，那个博彦阿嬷跟我分享，她说感谢上帝，他们没有阻止他嘞，他没有阻止他嘞，所以其实是就是说，我们祷告，我们让上帝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会强硬的。如果说今天钟汉他们那边还没有准备好，比如像钟汉也还没有受洗，然后如果说另一半一直强迫他，他会不会受不了？会啊。肉姨会不会受不了？你看牧师都没有叫你受洗哦，小贾也是，莉莉也是，牧师只是用更多的爱来爱你们。对不对？爱你们，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不要介入上帝的时间，我们要耐心的等候。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段经文，就是24章的5到7节。24章的5到7节，来，请。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
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这段经文说到，大卫其实他受到他部下的影响哦，出现伤害扫罗的念头。所以我们知道哦，其实信仰里程都是一直慢慢的，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哦。而且他已经行动下去了，他干什么？割扫罗的外袍啊！有一句话你们有听过？古代的吗？割袍什么？谁讲？割袍断义啊！这个文言文那个割袍断义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跟你绝交啊！跟你绝交。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跟谁绝交的？有没有？有了举手。牧师有一个人，我跟他绝交，永远不要再看到他。就是当初我的好朋友，后来要抢知梅牧师，我跟他绝交。真的，我跟他绝交，我真的跟他绝交。那个还没结婚之前的事。最好的朋友，我已经把他割袍断义，绝交哦，不来往哦，不来往。所以大卫其实对扫罗做的是很严重的事情哦，仿佛已经杀了他哦。但一个有心存敬畏上帝的人，圣灵会常常在他的心里面，他会被提醒来调整自己。意思就是说，跟上帝有关系的人，他会生出谦卑的心。如果没有谦卑的心的人，其实很难悔改，很难悔改。大卫割扫罗的外袍，其实他内心被圣灵责备，大卫悔改，他调整自己。甚至真的经文说他有勇气阻止他的部下，你们不能伤害扫罗。我们常常在信仰群体里面，如果看到不好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勇气去跟他讲？那个人可能坐在你旁边，牧师现在在讲道，手机不要一直滑了啦，尊敬一下牧师好不好？尊敬一下大地。我们有没有敢不敢提醒他？敢不敢提醒他？谦卑悔改是基督教信仰上面非常重要核心的功课，容不容易？很困难，常常会很谦卑再谦卑，但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到，因为人的罪性的缘故啊。罗马书7章19节说：“我爱的好，我不去做；我不想要的坏，我反而去做啊。”有没有是这样子？常常都是这样子兄弟姐妹，在我们生命历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为了满足我们一时的欲望的需要，可能是一个成绩、一个职位，以至于我们原本应该属于上帝的才能跟恩赐，我们没有好好的拿出来服侍。人家要你选团契会长，你一直推；爱餐呢邀请你来帮忙礼拜六切菜，我们等一下会吃咖喱饭，好不好？咖喱饭很好，然后我还有那个鸡骨熬的汤，蛤蟆汤哦。但是牧师跟你讲哦，昨天总共有4、5个人来料理，因为很多的马铃薯，很多的红萝卜，很多的那个什么洋葱，很多的洋葱。来，我们在场有一个市民，来市民举手一下，啊，市民兄来鼓掌一下哈。那个切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尤其切洋葱，切1、2颗，你大概眼睛在那个，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还要昨天来很多，要切很久，鸡肉也要切。但是服侍你要不要？他们要花很多时间从家里过来，把那个时间分别起来，所以很多人不想出来服侍。上帝也给我们赏赐很多，让我们有好的工作、好的家庭。但是呢，我们常常在金钱、在时间上面，我们不舍得奉献给上帝。这就好像以上帝不喜爱的方式战胜了仇敌，得罪了上帝。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所以我们要常存有一颗谦卑的心。
今天最后一段的经文是26章9到12节，讲到经过生命的操练试炼的大卫，他的信仰开始不一样哦。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操练我们的信仰。你也不可能一下子说啊，我好羡慕谁哦。你要开始操练。大卫他越来越依靠上帝。经文讲到，他虽然占有一次杀扫罗的机会，杀扫罗的机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6章的第2段，扫罗的机会。但是大卫呢，他一点点杀扫罗的欲望都没了。怜悯人的上帝也透过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给扫罗一次悔改的机会。牧师要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没错，可能结局都写好，你们这些结局都写好了吗？除了死是结局写好了，如果死，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没有。我如果是大家的结局都写好，其实就不好玩了。上帝也不会给我们任何很多悔改的机会，很多浪子回头，就是因为结局没写好。今天牧师如果没有认识这个信仰，我不晓得我的生命的境况会是怎么样。我的脸那个样子不晓得是怎么样。因为大家都没有看过我以前的脸，只有子怡看过我以前的脸啊。前几个礼拜，礼拜六，正美长老他们有一些以前台生的一些老同事，那个同事我跟我在神学系上过课，那时候我还在上班。他说：“牧师，你的脸先跟以前不一样。”我知道我现在的脸应该比较好看，可爱吗？以前的脸比较油啊，看油啊，很油啊。那个油不是出油啊，那个看起来就是真的油油的，哦，那个真的是油水滑，那个油油的，真的看的那个就是不是那么好看。所以我们信仰会经过操练，我们会慢慢调整，会慢慢改变。就像那天我听到崇文在分享，我吓了一跳，因为他这4年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彰化，都在彰化。我不晓得他经过4年的淬炼，他的信仰竟然是我本来很害怕他大概就不会回来教会了。真的，牧师很担心你不会回来教会，所以那天看到你的分享，我超有信心的，超有信心的。怜悯人的上帝一直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上帝会常常通过圣灵的提醒我们，悔改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一起举行圣礼典，再一次的跟耶稣一起同坐桌。我们要回想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为我们受钉十字架，也因为耶稣的牺牲，救赎了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生命。这边很多第一代的举手一下，第一代基督徒举手一下，举高一点，右数举高一点。我有看过你的见证文哈，举高一点。我们好放下，我们能被上帝救赎，其实都是很大的恩典啊，很大的恩典。真的，我们的不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外在的环境因素，我们失去了盼望。台语堂跟华语堂中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跟我分享。他在考大学的时候，他现在刚考完大学，他史上最大的挫败，他感觉到他的眼睛看不到东西了，他好像被东西捂住了，所以他请他的长辈带他来到建成教会，在这几个月的时间，也在青少期的陪伴，他觉得他的那个黑暗好像慢慢有点散掉了，他比较看清楚前面的道路。他很开心，他看到前面的一个道路了，许多人的陪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黑暗笼罩，我们一样要跟随主耶稣。护卫主耶稣会带给我们这些敬畏他的人，你意想不到的盼望。我们可能觉得这条路是我们想走的。但是耶稣看得比我们远，他不一定要你走这条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恩典的慈爱临到我们当中。
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碰到的难题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常常起起伏伏的时候，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悔改、回转带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跟盼望，让我们回到教会的家，回到这个属灵的团契，再一次经历你满满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耳麦6号，耳麦6号。弟兄姐妹，这个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每一个人所舍的。这个是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所立的约。这个约可以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罪。我们每逢吃这个饼、喝个杯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主耶稣救赎的恩典。我们等一下一样依序，好，我们来到前面。那我们请那个玉香长老来服侍，然后音乐。那我们预备心。这个是主耶稣的血，为我们舍的；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他撕裂他自己的身体，他救赎了我们。好，那个乐团先过来。我愿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你按这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启用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欢迎受洗成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留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小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小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新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定信，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崇文，这是主耶稣身体，为你舍的。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有没有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亚明，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佑书，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凯慧，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小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维聪，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又豪，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泽新，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世民，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世上所有的人，不管认识你不认识你，你赐下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来寻找每一个愿意得到爱的人，
他也愿意将这个爱给他。主耶稣正是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流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不受这世界所辖制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不受我们原生家庭所捆绑的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是可以让我们展翅高飞的一个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牺牲，谢谢你的怜悯跟爱，也愿我们在座还不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你一样爱他们，你一样引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敬畏的心》。我们一起起立。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虚心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我们呼求圣灵。Holy， 何等的柔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啊，我们呼求你，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礼拜结束之后，你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愿圣灵你常与我们同在，愿你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帮助我们不要陷入在一个纠结在一个短暂看不明的一个时光，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扬起我们的头来，帮助我们可以常常扬起的头看主你赐下的应许跟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来唱我们回应诗、会后诗。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
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我们呀，嘿，走回呀，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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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楼下有爱餐。今天打。